这首歌是说，这是我那个小时候在那个枫林生活的那种记忆片段啊，就是我很喜欢的片段。阿公在说很久，就太阳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很像那个天线宝宝啊。太阳出来了，有太阳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有太阳了。阿公在讲很久以前的故事，风吹动稻子，然后再摇动。那个雷声轰隆轰的，轰隆轰隆的响。哎呀，中午又要下雨了。就是我小时候夏天嘛，就很喜欢夏天的生活。因为以前然后小时候很奇怪，我们就很喜欢跑到那个下雨天，有没有？下雨天爸爸妈妈都会说啊，下雨天了，不要出去玩。没有呢，我们都下雨天下雨啦，尤其是那种午后雷阵下雨啦，就跑出去外面玩，然后淋湿了呢。爸爸妈妈也不管，就这样让我们在那个庭院那边就淋着雨。我还有听过我的朋友讲说，那个下雨天啊，可能以前啊以前的那个雨水可能比较干净吧，就是屋檐啊，那个下雨不是会滴吗？哎，下雨了，嘴巴张开还接水，然后父母亲也不会说，哎，你这样很脏，也没有人管。这样觉得我们好野哦。